殿来敬拜你。每一届敬拜时，拢是神圣的时刻，也是阮甲主你结连重新力上加力的时间。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互阮的生命得到更新，互阮的杯得到填满。主你所赏赐阮圣洁的新的衫，顶头生圣神的洗礼，就点伫阮的中间。求天父上帝你洁净阮的小会员，互阮会当真侪主你清气圣洁的仆人，伫主你所交代阮旁杯的即份顶悬，来有份伫上帝你祝福的杯。阮恳求天父上帝，互今仔日所唱俄乐的诗歌，互主你欢喜，也互万民得到帮赞。也愿阮所宣读的圣经，主你的话要亲像即时的光，通过词汇所共读的圣经，会通入人的心。阮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恭敬敬交入你的手。主耶稣，恳求你来到阮中间，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礼典，互这个圣餐真侪人甲你面对面，对主你亲自来领受天然的祝福的圣餐。阮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入你的手。祈祷我佢所有性命，阿门。
请兄姐大家平安。咱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咱先来吟。我知是最掌管咱的将来。我不知将来要怎样，到时去安安经过，我无求将来的日光，因将来咸菜黑暗，我无为将来过路，因我知主所应允，因你我要甲主同行，伊凊彩将来真近，真多事将来要临到。我的明了，但我知主掌管将来，一定靠带我真正。我不知将来要怎样，到时安然经过，我无求将来的日光，因将来咸菜黑暗，我无为将来过路，因我知主所应允。我要甲主同行，伊凊彩将来真近，真多事将来要临到，真多事我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将来，一定靠带我真正。真多事将来要临到，真多事我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将来，一定靠带我真正。咱确信主掌管咱的将来，咱就爱存谦卑顺服的心对主来行。主的确要平安，带咱勇敢向前来行。咱都用祈祷的心，咱来吟一首。我知是最掌管咱的将来。我不知将来要怎样，到时去安然经过，我无求将来的日光，因将来咸菜黑暗，我无为将来过路，因我知主所应允，因你我要甲主同行，伊凊彩将来真近，真多事将来要临到，真多事。
多事将来为你讲，真多事我的明了。当我在主掌管将来，一定靠传我真情。这说，咱来言耶稣的心，耶稣的心是平安的意念。我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永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所共有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直到永远。当你遇苦难，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为你来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是够用恩典。忧愁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伫耶利米书有讲，上帝所赐的是平安的福，毋是降济的，毋是降灾的福，是要互咱伫未来有永远的盼望。这是咱所确信，咱就用耶稣的心做心，咱就来吟一遍耶稣的心。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
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若遭遇愁患，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当你遇苦难，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忧伤与愁患，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再说，咱来言一世人对你行，一世人对主的脚步来行。耶和华，我要敬拜你。耶和华，我要学了你。你是我的主，安慰搁看顾，带我到安静的水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求你出声叫我的名，黑暗中开路，风也免惊，一世人对你行，人生的路有风搁有雨，一步一步对主的脚步。你是大管领的主，是去保护，引带我一生路。耶和华，我要敬拜你。耶和华，我要学了你。你是我的主，安慰搁看顾，带我到安静的水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求你出声叫我的名，黑暗中开路，风也免惊，真一世人对你行，人生的路有风搁有雨，一步一步对主的脚步。你是大管领的主，是去保护，引带我一生路途。人生的路有风搁有雨，一步一步对主的脚步。你是大管领的主，是去保护，引带我一生路途。
这是阮的祈祷，也是阮的宣告。主阮决意一世人要对主你来行，因为主你讲要有光就有光，你讲要成就，就的确要来成就。主，这是阮所确信，也是阮值得阮用一生来经历主你稳定的道路。主，阮感谢你竞选阮真侪主你的囝儿，这是阮一世人上大的福气。主，阮决意要一世人对主你来行。恳求主听阮的祈祷，带阮行合你心意的道路。主，互阮的一生为主来活，为主活出这个见证，互你的名来受高举。主，阮倒一处伫你的面前做安尼决志甲祈祷，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阿门。咱都用祈祷的心，咱向主来宣告：主，阮一世人要对你行。耶和华，我要敬拜你；耶和华，我要学了你。你是我的主，安慰搁看顾，带我到安静的水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求你出声叫我的名。黑暗中开路，风影不免惊，真是人对你行。人生的路有风过有雨，一步一步对主的脚步。你是大权能的主，是去保护，引带我一生路途。人生的路，人生的路有风过有雨，一步一步对主的脚步。你是大权能的主，是去保护，引带我一生路途。
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予我，开阔我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我伫地，保庇我无拄着患难，互我无伫忧闷。咱即时做伙起立来吟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伯亚岛临难受苦，顶14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即时做伙来启应，启应文39篇。启应文39篇，启示录21章。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我阁有。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已经备办，亲像新娘装他来听候伊的丈夫。佮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甲因三角徛起，因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伊伫地，来做伊的上帝。佮要甲因的目睭拭去拢总的目屎。无要搁有死实，也无要搁有哀伤、嚎叫、痛痛。前的代志已经过去。坐伫道位的讲，我换心万面。佮讲，你着写伊
因为这个话是通信，是真实。佮甲我讲一定正啦，我就是阿里法甲欧米伽是起头的，甲落尾的。我要对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喙底的人啉。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囝。咱即时佮做伙来吟圣诗341首，咱坐伫吟全首。上帝是我一切仰望。咱做伙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今日阁是新的主日，虽然有一寡风雨，但是阮也袂来讹落你。讹落你是创造一切的主，风雨伫你的手中，因为你是掌管一切的上帝。听阮的阿爸爸伫即个时刻，阮也要来高举你的名，你的名伫全地出声。阮的心、阮的灵，独独要来讹落你。看顾阮的主，最近开始，所有学校也陆续开学。求主特别祝福每一间学校，
恩待阮教会每一个读册的囡仔，互因有健康的身体、心思意念，互因知影因是上帝贵重的器具，无论伫倒位，上帝要保守看顾、保护亚看。上重要，互因知影上帝伫因的心上有美好的计划。主啊，阮继续举起祈祷的手，求你的疼充满伫阮的教会，每日赏赐阮新的性命，互阮活出无共款的生命。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赞美，请圣歌队。
咱即时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伫旧约圣经诗篇16篇第5节甲第6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额，我所应得的，你甲我固守。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搁来看一位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36甲39节，佮用比喻对因讲，无人拆新衫来补旧衫，若安尼，就拆破新衫，佮所补迄块无新的合伫旧的，也无人用新酒底伫旧皮囊，若安尼，就新酒灭白裂皮囊，酒老人也拍歹，独新酒着入新的皮囊，佮无人啉旧酒也爱迄个新的，因为讲旧的是好。讲道穿新衫，啉新酒，请曾牧师。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今仔日的诗篇16篇，会当真侪咱祈祷的应允。伊讲，上帝要将福杯的满溢，上帝要用新酒滴伫咱的生命中间。所留予咱的地，是在伫真水的所在。上帝所享受咱的人生，是一个量身定做的生命。阿姐，你同意吗？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咱纯粹双手甲主讲：主啊，你量身定做的祝福，今仔日通过圣经甲圣神来享受互阮的家庭，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阮伫你的面前同心自执，伫你设立的时运造前，阮伫圣殿中来仰目仰望，来敬拜你。愿你的话就亲像上帝你的天使。本的圣乐讲的上帝你的言语，要进入阮的人生中间，真侪阮的祝福甲应允。所以，阮恭敬伫你的面前静静听，因为主你的话是多有应允，阁是享受。阮伫你的面前用较无的心来对主你领受。愿主你享受阮生命的新衫，愿主你填满阮生命的福杯，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会当手捧救恩的杯来担着。主你稳定的滋味，互阮深深担着主你拯救的滋味，互阮捧起救恩的杯，伫逐所在，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阮用较无的心，伫你的面前领受，恳求主你填满每一个阮兄弟姊妹生命的杯。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听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来领受2000年前耶稣伫讲道中间所讲。一个譬如，伊讲无人摕伊的新的衫加一块，去补已经破去迄领旧衫，嘛无人将新出的酒，甲伊滴伫旧的皮囊内底，因为新酒也未发酵，所以新酒是一个活命的发酵，会有一个喘气的一个新的酒，伊会伫即个旧的皮囊的内底来涨，最后迄个酒的气会涨破迄个旧的皮囊。这个譬如有真深的含义，伫这个所在咧，甲咱讲起新的基督徒的活命，袂通用旧的传统甲习惯，因为咱若还阁活伫旧的习惯、旧的传统的中间，就亲像耶稣讲，袂得手画雷马来往前行，不能够手扶着你向后看。兄弟姊妹，咱若要真侪上帝所应允的人，咱来穿新衫、啉新酒。啉人误会，无师无鼓励咱真侪酗酒的基督徒，毋是这个意思。所以新酒甲新衫，伫圣经中间有真深真深的含义，足丰盛的。一个人若吐气讲我的人生真歹命，我的命运真坎坷，就亲像一领破的衫，这领破的衫就是我的命运。但圣经中间有讲起，上帝要脱去人的麻衫。就是脱去那个衫服，咱来做个别熟咧穿的乌麻衫，也迄麻衫。上帝讲要将伊的忧伤的衫给脱掉，要互伊穿喜乐的灵，
喜乐的灵点伫伊的内底。所以兄弟姊妹，三有真丰富的应允。愿咱通过主耶稣基督的譬喻，咱安静来读圣经，来回想过去咱伫灵修中间所读到，上帝所赏赐的三是什么种的意思？是一种的品格，是一种的灵命，是一种的思想，嘛是一种的命运。更较要紧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咱会当传代耶稣基督，就是对咱信耶稣基督了后，通过洗礼。圣经的记载讲，人若通过洗礼，伊就是穿耶稣基督所赏赐迄个洗清气的白衫。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参与今仔日的圣礼典，咱伸出咱的双手，甲主耶稣讲：主耶稣，这就是我的身材，求你甲我量身定做。我无要亲像一个囡仔穿大人的衫，我也无要亲像一个大人亲像穿囡仔的衫，迄拢无合适。主耶稣，今仔日我伫你的圣礼典的中间，主耶稣，你有讲通过洗礼，我要穿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伫十字架顶悬来制成的迄领救恩的衫。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斟酌听圣神通过圣经的话来祝福咱所讲的话。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来思考今仔日这两段的圣经要安怎做结论？一段的圣经咧讲起耶稣的譬喻，一段的圣经咧讲起上帝所赏赐的极大的福分，水无比。伊讲所留予我的杯，所留予我的产业，所留予我的地，实在是真水的所在。诗篇16篇咧讲起上帝赏赐人量身定做的祝福，现在你有相信？伫你的一生中间有上帝耶和华以勒，伊甲你特别的陪伴，毋是要互别人，是专要互你的嘛。如果你若也未真确定讲，已经主完全赏赐我，兄弟姊妹静静听候，捧起你生命的杯，伫主的面前伸出你的手，你甲主讲：主啊，填满这个生命的杯，填满是代表祝福。所以圣经咧讲起上帝所使用的人，伊用油抹伊的头壳，有无？圣神的充满伫人的生命中间。所以神酒伊代表福杯满溢，神酒更较重要。伫圣经中间有一个最要紧的图像，就是圣灵充满。所以伫使徒行传第2章，耶稣交代伊的学生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伫耶稣钉十字架了后，伊是一个伤心之地。耶路撒冷对基督徒、对耶稣的门徒来讲，耶路撒冷各各他是一个伊的绝望、伊的噩梦绝断去。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悬，这个阮所噩梦的救世主，为什么伊钉伫十字架顶悬？但是耶稣甲伊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虽然这个是一个伤心之地。但是你要伫这个所在看到主角哇！所以兄弟姊妹，今仔这个圣经甲咱讲，是耶稣的譬喻，伊咧讲起新甲旧。做基督徒，咱就过新的人生。这个譬喻是因为经学士、法利赛人因无同意耶稣的作风。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有真侪习惯，甲真侪新的作风，是甲犹太人的习惯无啥共款。比如讲，犹太人因绝对无甲撒玛利亚人往来，犹太人嘛无甲遐个抽象，就是税官抽税的遐国税局的遐个公家人员，无甲因做伙食饭，因为这个人是欺负犹太人，帮助罗马帝国来施压、来吞打、来捆住犹太人，所以伫因的世俗、因的习惯的中间，因感觉这是歹人。所以，因绝对无甲歹人做伙食饭，无论是妓女，无论是做贼、大贼狗，犹太人因有过一个性格分别最成的习惯。但是耶稣竟然甲撒该食饭，耶稣竟然呼召马太。伫圣经中间，马太福音的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伊原本的身份伫犹太人中间是互人撇嘴烂、看无起的人，因为伊拄拄就是今仔日的主角，伊就是一个国税局替罗马帝国咧操纵税
互犹太人感觉真讨厌的人。但是耶稣进入马太的厝，耶稣呼召伊来做伊的学生。人线看袂上目的人，耶稣经伊来军队伊。所以犹太人甲耶稣辩论，伊讲：阮绝对无甲这人食饭，是安怎你甲即种人做伙？无友不如己者，就是讲无好的人毋通甲伊做朋友。耶稣伫即个所在所做，互当时的社会引起一个搅乱，包括经学士，包括大祭司，因拢感觉耶稣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 是一个对社会风俗无尊重的人。耶稣甲伊讲：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来毋是要审判，我来是为着要拯救世间人。所以，亲爱的姊妹，今仔日耶稣的譬喻咧讲起做新的人，所以保罗听了耶稣这个譬喻了后，伊讲一句话：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搁落去咧，他就是新造的人。兄弟姊妹，欢手伫你的心，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你甲主耶稣讲：主耶稣，请你进入我的心内，互我成做新创造的人。这是一个真重要。圣经中间咧讲的福音，其实就是旧的人变做新的人，是一个罪人变做得救的人，是一个糊涂的人变做有智慧的人，一个有焦虑、一个无平安的人，就得到上帝所赏赐穿一领新的生命的衫。我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同齐来读有关着新衫的圣经节。我咱做伙伫主的面前，咱捧起你手中的杯。牧师今日伫礼拜特别提一个，毋是道具，这是咱的圣餐的杯，放伫咱的目睭前，要鼓励咱常常伫无形中间，咱甲主讲：主，我捧起我生命的杯，主啊，求你填满伊。如果上帝若是一个祝福人的上帝，你敢愿意你的生命是空空的，还是满满的？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恁无一定要一个人摕一块杯，但是等你拄着圣餐的时，你若捧着这个圣餐的杯的时，你感谢主耶稣，你讲：主啊，我一生拢要啉你恩典的杯。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圣经来得到真侪祈祷。我要用这段的圣经来甲咱讲两项的祈祷。第一，为着咱的生命，甲主祷。主啊，求你为我量身定做新的衫，填满新的酒，遐这个记起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通过这段圣经，咱第一个祈祷，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甲我量，亲像我去西装店，我甲师傅讲，我要经一块新的布，因为阮兜有喜事，我要做一领新的衫。迄个师傅就甲你量你的身材、你的胸口啊、你的身长、你的袖长。一领下士的衫，咱做上帝的囝儿，咱所穿的衫就是咱的思想，咱所穿的衫就是咱的品格，咱所想的衫就是上帝圣神伫咱的体格中间，咱所穿的衫就是一个命运。对今仔日开始，这个命运是伫上帝的手中，忧伤要变喜乐，丧福要变做礼炮。原来伫主的面前。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甲我量身定做。特别咱为着咱的囡仔祈祷，求天父上帝，互咱的囡仔伊的一生一条路，是一条量身定做的道路。伊的思想是上帝量身定做的思想，是上帝用伊的话写伫咱的囡仔的心思意念的内底，互咱的囡仔的心中有平安两字，抹去焦虑。兄弟姊妹，会使安尼祈祷无？主啊，你将平安两字写伫我的心头。主啊，你用你的手画伫我的心中，你的所流的宝血，就将我迄个焦虑给抹掉。兄弟姊妹，祈祷毋是一个真抽象，毋是。祈祷就是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所经历的情景中间，夜目对上帝讨。主啊，今日你赏赐我一领新的衫，互我一杯。圣神的新的福杯满溢的酒，主啊，求你填满伊，求你，互我伫你的面前，就亲像
12度，圣情充满了后，遐外邦人看到因公开伫即个会场的中间，伊讲：即阵人是怎样咧？因好亲像啉酒醉。因所讲的言语，甲正常的时阵无啥共款，因的心内充满热情，提提吐吐，讲真侪外邦人所讲的遐腔口，咱来讲方言。所以圣经咧记载，遮的原本不要讲外邦人的话，保罗、彼得、约翰，因遮的人，因竟然伫圣心充满的时，伊开始讲英语、讲法语、讲德语。当然，毋是圣经无安尼讲，是讲遮的语言。伊讲逐种外邦人的语言甲腔口。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祝福甲祈祷的礼拜。咱伸出手甲主祷讲：主啊，求你甲我量身定做，我的生命的计划，主求你帮助我。第二，咱要伫主耶稣的面前，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你为我死，对今仔日开始，我要为你来活。也即你愿意嘛？会当为主来活的人，无论生甲死，拢是福气的人。会当为主来活的人，是一个极大的荣光。所以保罗讲：既然恁已经领受洗礼，就称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用耶稣基督的品格做你的品格，用耶稣基督的灵做你的国外灵。兄弟姊妹，这就是保罗所讲。称耶稣基督，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就是真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行过去，旧的代志拢行过去。咱要穿新衫，做新事，活新的生命。原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咱用主祈祷。耶稣讲：无人将新酒放伫旧皮囊，意思就是毋通互你的习惯来捆绑你对圣经所领受的福音。所以，一个心伫上帝话语的中间，有感动，就要有行动；有感动，就要有改变。咱毋通永远30年、40年如一日，有听福音，但是无改变。主啊，求你怜悯帮助。人的改变是足困难。除了第一，圣神有甲咱感动；第二，咱爱愿意。也这两项真重要。用温牧师甲恁提醒。人的改变是这两项代志，对上帝对咱讲话，咱心内有感动，咱感觉到家己糊涂，咱感觉家己错误，咱勇敢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我愿意改变。一个心内若将来毋捌安尼做决定的人，伊无可能改变。无论你做偌一礼拜，听偌一篇的讲道，如果你若无甲主讲，主我愿意。你永远无新生命，无新的愿望，无新的开始。我真爱德蕾莎小女所讲的话，伊讲改变第一步是上困难的。人的改变第一步上困难，但是若愿意踏出第一步了，过来都无遐尼困难。你相信这种的鼓励话嘛？我咱伫主的面前，咱拍开心，咱甲主耶稣讲：主我愿意。伫今仔日的礼拜，你甲我量身定做，将你救恩的白衫，就是你伫十字架顶悬踢开双手，互罗马兵啊，甲你吊伫十字架顶悬，你所穿迄件衫，主啊，求你，迄个无形的、看袂到的救恩的袍，以赛亚61章第10节，伊讲上帝要将拯救的衫，将公义的袍，我阁讲一摆。以赛亚61章第10节，伊讲上帝要将拯救的衫、甲公义的袍穿伫恁的身上。兄弟姊妹，咱甲主祷讲，主啊，救恩的衫、圣洁的衫、良善的衫，主对今仔日开始，这件衫代表我的身份。兄弟姊妹，咱穿衫，毋是干那穿起毛子的尔，咱穿衫，毋是干那功能性尔。咱穿衫有形甲无形，无形的衫常常是代表咱的身份。兄弟姊妹，你若一个对家己的角色、对你家己的身份真慎重的人，你会同意我安尼讲？因为一个人所穿一件无形的衫，就是你的气质，就是你的思想，就是你的品格，
就是你的灵命。什么种人穿什么种衫？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耶稣讲，咱无搁再争论讲是新的较好啊，旧的较好。耶稣伫这个所在，并无否定旧的重要，就亲像伊无否定旧约。所以新约甲旧约是新约就好吗？唔免读旧约吗？耶稣无安尼讲。耶稣上重要就是将旧约人读无的信息，将犹太人读未明白的话，你虽然看，却看袂见；你虽然听，却袂明白。耶稣来就是解说互咱听，新甲旧其实是旧嘛是新，是新嘛是旧。因为上帝的真理甲上帝同款，早伫地，今仔日伫地，将来嘛永远伫地。所以弟兄姊妹，新甲旧是什么种好？耶稣讲这句话最要紧是咧讲起人有一种的习性，习性就是安逸啦。咱习惯伫一个同温层，咱习惯伫一个某一种的生活习惯，因为习惯无有迄种的压力甲紧张性，所以人常常生活伫一种的常态、一种的传统、一种的思想、一种的属性。耶稣伫这个所在咧讲起新甲旧，是叫醒人做反省。什么是好？新的为什么好？旧的为什么不好？但是最后结局就是选择迄个有好处的。所以，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伊的圣心帮助咱，咱安静来回想，伫过去你的灵修中间，你有读到什么种，互你有看到衫的图像？伫圣经中间咧讲起衫，到底是咧讲起啥？伫旧约中间有咧讲起祭司来主持迄个圣礼殿的事，犹太人的祭司爱穿一套，头前有一个胸牌，迄个叫做以弗得。今仔日伫咱的教会礼拜的祈祷文内底，恁有读到这段祈祷文的人，我毋知恁有印象，你过去伫灵修中间捌读到以弗得这个字无？以弗得是犹太人的祭司，伊的胸前有12块石头，这12块石头代表上帝的百姓，12个族，每一块宝石，伊代表祭司将伊穿伫身上，就亲像带着伊所听的兄弟姊妹12个族群来徛伫上帝的面前。旧约有祭司的衫，新约伫启示录的中间讲起有一领圣洁的白衫。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想述建立得胜的人，就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过，伫主耶稣基督的话所唤醒，愿意过新的生活的人，伊就穿一领生命的白衫。所以呢，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过什么种的生活，咱穿什么种的衫？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来想。我要甲咱分享4个、5个、6个，伫这个所在，我提醒兄弟姊妹，咱的品格就是咱生命的衫，就亲像雅各，耶稣的小弟雅各，伊讲，若听道理无行道理，伊的信仰是死的。人听道理了后，毋是用嘴讲道，你是什么种的人？你活出来，你的生活的态度，你的品格。就是代表你的信仰。第二，什么是咱的衫？我思故我在。人的思想会影响你的讲话，所以讲一句话若讲了好，就亲像一粒金的苹果，放伫银的盘顶，适配相称合宜。所以你说，人的思想暗看袂掉。因为主讲，迄就是你生命的光。无人将光放伫咧门窗骹，人点灯台一定放伫什么所在？一定放伫桌顶，放伫灯台顶。咱的思想就是咱生命的光，上帝的话就是伊的光，做咱骹前的顶路上的光。所以犹太人甲摩西五经叫做托拉，托拉就是亲像火把啦。托拉这个字，就亲像火把，就是光。
所以，爱弟姊妹，搁一种就是灵命。一个属圣神的人，伊就结出圣神的果子。伫加拉太书内底咧讲起属灵的果子。人什么种的灵命？好树就结果好果子。什么种的树就是伊的本质。所以，爱弟姊妹，今仔日咱咧讲啉新酒的意思，就是新的圣神主耶稣基督格外灵来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咱就穿一领叫做属灵军装。有圣神的衫就穿伫咱的身上。原咱伫主的面前，伊讲我所添予你的酒是满出来。伊的意思就是，上帝所赏赐咱的恩膏，上帝所赏赐咱的福分恩赐，是一个满溢的恩赐。愿天父上帝甲咱适合伫地。拄则我有甲咱分享过一种衫叫做命运的衫。有个人拄着歹命的时，伊会想要改命。所以是改名，伊会去算命，然后会去请道士甲伊改运。兄弟姊妹，唔免改运，咱的运伫上帝的手中。兄弟姊妹，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我靠关的君王军队，独独我靠摇坏命。兄弟姊妹，祈祷就是命运的交通。咱伫主的面前甲主说。主啊，求你将这领乌麻衫，就是我今仔日伫我的亲人伊个别色的中间所穿的这个忧伤的衫，主你甲我脱掉。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如果你今摆你的身边也是你，是一个伫焦虑的情境当中真艰苦，无人知。愿上帝圣神甲你讲，我的孩子，不要害怕。兄弟姊妹。愈是咱做未来的代志，愈是爱全然的仰望跟交托。兄弟姊妹，咱若做会来，咱就免上帝啊！你著一世人靠家己，咱真福气，因为咱有上帝通倚靠。所以兄弟姊妹，咱甲主祷讲：主，我将我心内的焦虑，将我心内的动荡，将我心内感觉真无爽快的事。主啊，求你的圣手甲我脱掉。今仔日牧师有带我读这段的圣经，伫今仔日的礼拜，我专心甲你恳求。主，你赏赐我一领新的衫，是量身定做的。这领衫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用伊的宝血所编织出来的一领救恩的衫。主啊，伫今仔日的礼拜，求你帮助我，互我伫你的面前，新甲旧。咱有福气，有机会谈过新的命运。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愿旧的代志拢真过去。主啊，对今仔日开始，互我专心向着标杆直跑。主，你赏赐我一条新的道路，一个新的愿望，一个新的向心，新的开展，改变我的心思意念。就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讲：我做囡仔的顺。我的性情，我的讲话，我的思想，像就囡仔。既然当大人，我就弃杀了囡仔的事。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主耶稣基督伊所讲的这个譬如，咱放手伫家己的心内，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无人会当改变人的旧习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当咱为着咱的心内的软正祈祷的时，成就一切的上帝，伊要甲咱鼓励讲：孩子，你的决定非常好，因为你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也会帮助你。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将咱的心交予主。对今仔日开始，无搁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的内面。所以我的命运改变，我的习惯改变，我的灵命改变，我的思想改变，我的运势甲我的智慧嘛拢要改变。这叫做福杯满溢。上帝将各种的天顶的运势，各种的运势就赏赐予咱，予咱伫需要用的时阵无欠缺。耶稣讲的新甲旧是安尼写。保罗是一个真了解耶稣基督的教示，甲耶稣基督的心意的人。
伊伫罗马书第7章第61安尼讲，伊讲神毋是用白纸黑字的句，伊讲旧的过去的律法是写伫摩西五经，是一个文字所写的旧条文。但是今仔日圣神所带予咱的是甚物？是圣神内底新的样式，心灵的新样，这个心灵伫圣经中间，伊的原文是圣神。圣神若踮伫咱的内底，咱的内底就有新的思想、新的想法、新的性情、新的判断、新的局望。愿天父上帝帮咱。白纸黑字的旧约毋是无路用，白纸黑字的旧约，伊叫做文字的旧样。文字的旧样，今仔写语文的旧样，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文字所写的旧的律法，通过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伊佮我的圣神，伊要重新解说。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将犹太人读无的旧约，伊解说互伊听。愿主祝福咱的教会，每一届咱做礼拜时，讲的人、听的人，拢得到祝福。愿主伊亲自解说伊的话，互咱知影。今仔日咱的生命是一个量身定做的礼拜。愿主甲咱撒家伫地，咱伸出咱的双手，提开咱的手，甲耶稣同顶伫十字架顶悬。咱甲主祷讲，主今仔日恳求你甲我量身定做，基督徒应该有生命的新的样式，生命新的思想，生命新的习惯，生命新的品格。圣经讲美好的、相称的、合宜的。那这里得去语过圣经的关键字：美好的应许、更美的生命、最美的生命，无人能夺去的美好。今仔圣经讲所留予我的地，所量给我的应许之地，水无变。兄弟姊妹，你相信上帝已经伫你的生命中间为了你预备吗？保罗嘛讲起上帝为了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象嘛想象袂到。愿主甲咱撒家伫地，上帝所赏赐咱水无变的人生，是一个甲咱的生命相适配，是一个合宜的。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告，主求你帮助。咱倒要到今仔日，大必伊学了上帝，伊祈祷上帝。我心欢喜，心快乐，互我肉体安然徛起。诗篇16篇是一个足水的祈祷的诗篇，所以有人讲这篇诗就是一个黄金的祷告诗篇，是黄金的诗。所以伫这个所在第50伊讲，耶和华是我的山岳，是我杯中的分业。意思就是这个杯，上帝要用伊的稳定来填满伫伊的内底。现在你通换手，咱通换手。伫咱家己的生命的杯，咱甲主祷告，主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咱常常伫祈祷会中间，咱爱吟迄个圣神，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也这毋是一摆就结束，咱的车的车链，管一解封无可能开10年啦。无论你的车链的有没有破胎，你无可能一粒链啊10年、20年无搁再灌封。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得到圣神，毋是一摆就结束，是持续，是永远。所留予我的杯，所留予我的地，今仔日是咱祈祷的根据。你敢看到上帝所留予你的迦南美地在什么地方？上帝所听教会的青年、青少年，上帝为着恁的人生有所预备。是恁爸爸妈妈毋知影，是牧师嘛毋知影，独独只有上帝甲你知影。愿天父上帝所留予你的地，是在你真水的所在，走到天涯海角，上帝要带恁行恁人生的道路。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告，主要求你穿一领救恩的衫。拄则牧师有甲恁读过这段圣经，以赛亚61章第10节。救恩的衣，公义的袍，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品格，就是咱的灵命。咱生是为耶稣基督，咱死
就要得到上帝所赏赐迄个得胜者的圣洁的美衣。原来伫做面前，咱甲主祷讲，主伫今仔日个礼拜，赐给你甲我量身定做。主啊，因为你的圣神啊，分过什么所在，就亲像春风吹的百花香。上帝的圣神啊，分过咱的心肠、咱的残痕、咱的心内的残痕画面就画起来。上帝来让咱分活开，就亲像添满新酒，咱啉了后，咱的生命就改变。上帝的圣神所分过的所在，就是新天新地。因为上帝的灵带来什么？良善。彼得讲，有义居其中，迄个义就是上帝的义，就是上帝的本质，就是上帝的良善。所以弟兄姊妹，圣神啊，甲咱三甲伫地，咱想好，咱讲好，咱做好，逐项好。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一，兄弟姊妹，咱同齐为着生命祈祷，咱甲主祷讲，主求你填满我的杯，吼，互我穿新衫，啉新酒。主所填予咱的新酒是代表什么？主所填予咱的新酒是代表圣神甲主耶稣基督的保护。主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所以主填满咱的杯，是主耶稣基督家己本身的宝血。一个破病的人，常常需要病院甲伊输血，手术了后会失去伊宝贝的血。但是加在即摆医学真发展，伊当用别人的血来帮助破病的人，通得到恢复。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所以兄弟姊妹，逐摆咱修圣餐的时，爱敬虔，爱感谢，爱渴慕。咱用敬虔的心，甲主耶稣讲：我何德何能？可以畅饮你的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礼拜，第一量身定做。拄则牧师甲恁读诗篇16篇的时，伊讲好的无比，是相称的，是合宜的。牧师甲教会常常为咱咧做背后的代祷，愿恁健康，愿恁幸福，愿恁带有耶稣基督新的画面。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的姊妹，咱甲主祷告，主求你甲我量身定做信望爱的生命，主求你甲我量身定做信望爱的生命，或者为耶稣基督改变，像耶稣基督伊的心思意念，是下属的，是属合的。圣经讲相称的，是合宜的。咱是基督徒。都要有基督徒的香味，咱是基督徒，都要有基督徒的形，互咱厝边头尾讲起，德堂教会是一间有改变，是一个受祝福的教会。因为以前甲今仔日全然无共款。过去咱的厝边捌讲，毋通去信耶稣，因为信耶稣无有一个有好下场。我捌安尼听讲。但是，愿德堂人今仔日无搁再安尼讲，因讲因是一阵有福气的人。愿主甲咱三家伫今仔日个礼拜，因为因留互咱的是应允，是坐落在迦南美地，上帝所留互咱的人生，你相信吗？等着看吧，兄弟姊妹，用信心安静听候。注意成就，伫你的一生中间，所留予咱的份业，所赏赐咱的，就是各种的文书。所以伫圣经中间所讲，留予我的耶利米书，上帝甲耶利米讲，这是你所应该得到的。咱何德何能？咱无人有迄种的特权伫上帝面前讲，你一定爱予我。就亲像囝儿无权利甲老爸老母讲。这是你的，我应该得的产业，兄弟姊妹。真侪人拢感觉爸老母是大人到年老爱放财产予咱，
世间无迄个应该的代志，爱财产家己去趁。若是父母留互咱的，拢是稳定啦。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无伫主的面前过头。咱甲主讲，主我虽然未看得，但是我知你有美好的预备。愿咱做上帝的宝贝囝，伫主的面前没有将恩典当作理所当然。愿咱伫主的面前讲，主啊，互我伫你的面前敬虔温困，尽忠到我一生，互我经历着耶和华喜乐的生命。主甲咱说较伫地，保罗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7节讲，所留互你的是甚物？是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预备互咱的恩赐。咱逐个人的恩赐无共款，愿天父上帝互你找到你内在的宝黄金，迄就是上帝互你的恩赐。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拢有量身定做的恩赐，只是有当时啊，咱无看到，只是有当时啊，咱袂晓甲伊摕出来用。所以啊，弟姊妹，愿咱伫礼拜祈祷的中间，咱甲伊摕出来用。拄则所讲即几项，咱继续伫你的祈祷的中间。牧师有甲恁讲，这就是旧约神帝因所祭司因所穿的衫啦。这个图头前有一个胸牌，叫做以弗得，12块宝石代表12个支派。兄弟姊妹，每一个教会兄弟姊妹，恁的名拢写伫教会和会手册，毋是要印出来互人看尔，是要伫咱彼此祈祷的时阵，常常互相提名代祷。这就是上帝目睭前的以弗得。但是今仔日个礼拜，我要甲兄弟姊妹鼓励，你爱常常问上帝讲：主啊，伫我的生命中间，你要甲我添什么种的保障？你量身定做互我的一领衫，我应该爱有什么种的品格？我应该爱有什么种的态度？我应该爱有什么种的思想？一个。上帝将各种美好的圣灵的9颗果子，将上帝将圣灵所带来的6种功能，拢甲咱添伫咱的生命的身衫顶悬，互咱真做有圣神同在，是圣神的新的形，穿即个新的衫，是甲悔改的人相适配。换一句话就是讲，即个衫的中间是一个用悔改的心添伫咱的身上。甲福音的教示，甲耶稣基督的教示有一致。耶稣讲什么，咱就阿门；耶稣讲是，咱就讲是。愿主甲咱三家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伫主的面前，伸出咱的双手，为双手祈祷讲：主求你，互我手所做的工无空空；主求你，互我一生做你看做好的代志。愿主帮助咱伫教会同心合意，临新的酒就是代表生命的充满、圣神的充满。这是圣经的应允，箴言第3章第10节，伊讲上帝要互恁的库房充足到有剩，上帝想使恁的房内的酒池，酒池是新酒原液。犹太人因咧酿酒时是用一个大的水池。将所有葡萄拢放伫内底，落去打，互伊产生一个花酵。伫迄个所在，酒池充满新酒，愿天父上帝互咱充满圣神的帮助。第二个祈祷，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甲耶稣，咱下愿，咱伫主的面前做决志，咱甲主讲，主对今仔日开始，通过我，互人看到耶稣。这就是保罗所讲穿戴、披戴耶稣基督的意思。主啊，求你，互我的生命会当互人看到耶稣基督，你活伫我的内面。愿咱伫主的面前，用这句话为咱的生命改变祈祷。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伊就是新造的人，新创造的人。愿咱的命运，愿咱过去的习惯、旧的代志、糊涂的代志，拢变成新的。主祝福在座兄弟姊妹，咱常常穿新衫、啉新酒，咱常常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有顶头生重生的生命。伫主的面前，伫伊的应允的中间，
穿什么衫？穿平安的衫。脱去什么？穿戴跟脱去，是今仔日的圣经内底一个真要紧的改变的词汇字。伊讲我脱去这个垃圾的衫，我脱去这个破去的衫，我脱去这个旧的无下水的衫，对今仔日我清新的衫。亲像拄则牧师伫祈祷的中间邀请咱会祈祷，主啊，求你将焦虑甲伊除掉，主啊，求你将平安放入我的心内。也这你愿意吗？主耶稣讲，求就互你，找就拄着，拍门就甲咱开。求主耶稣亲自用伊的手甲咱脱掉，迄个无下水的，迄个垃圾的，迄个扭曲的，迄个破漏的，想诉咱。以赛亚61章第3节，伊讲上帝要想诉忧伤的人。喜乐的油跟赞美的衣服，上帝要将这个珊瑚，就是个别色所穿的迄个麻衫，甲咱脱掉，将迄个绝望的思想甲咱脱掉，迄个负面的思想甲咱脱掉，注重一个正面的思考模式，愿望的眼光放伫咱的家庭，对一时到永远。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互我更新。更新太久，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成做新创造的人。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求你改变阮。伫今仔日的礼拜，求你甲阮量身定做，互阮有灵魂的白衫，互阮有圣神的文书。主求你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地带，互阮力上加力，温上加温。愿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圣诗218首，来准备收圣餐。圣诗218首。主，我那就
天高相求，金条你的来，将一切忧伤交托你手来，主我要承受天灵的真病，念你的背来，笑念你的听。当我要放散，你就会操烦。定心来享受啥罪的饮食，来付出恩相。为我所逼迫，当作最羔羊。当我要享受，尽量来享福。甲主相交陪同的欢快乐，都去你我，我拢无帮赞，只顾我求主，就会得平安。主啊，只有你，我就真满意。只可你归来，我就大胜利。阿门。请坐，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今仔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记载安尼讲，因为我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灭迄暝有安尼摕饼祝谢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又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主耶稣，阮纪念你伫十字架顶悬的救恩，阮照着你的交代，阮伫你的面前捧即个为着即个饼甲葡萄汁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圣别即个饼甲葡萄汁，互即个诚做阮灵魂的食物。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即个饼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手机长老甲银行长老来捧饼。主耶稣讲，即个饼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了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所听的这，咱用感谢的心，准备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圣餐。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虽然阮未看得，伫阮还阁伫罪恶黑暗中生活的时，你已经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悬。主耶稣，阮纪念你的疼。当阮摕到这个饼的时，好亲像你的手牵阮的手。主耶稣，阮将你的饼放伫阮的手的时，阮就好亲像互主你抱掉的共款。所以，阮感谢俄罗你。主耶稣，这是你的身躯。为着世间人所拍破的，阮纪念你的救恩，阮纪念你永远的疼。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这个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饼？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来请英宏长老甲终身长老来旁杯。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主案旁救恩的杯，来试看稳定的慈悲。主耶稣，阮手旁你保护的信约，阮甲你立约，你为阮死，阮要为你来活。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这个杯代表信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
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亲爱兄弟，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杯？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伊的宝血所设立的，咱用安尼来纪念伊。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就是你圣经奥妙身躯的肢体。也受你祝福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各一摆，奉献阮家己，互你的时，愿你接纳阮，也持守帮赞怜悯阮，互阮甲主你持守圣洁的交通，荣光你的性命，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来准备奉献。做伙起立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平安礼请郑牧师。
咱真欢喜，苏娜对加拿大回来，甲咱做礼拜吼，啊，甲伊的女儿，啊，咱伫做厅内底欢迎因平安倒来甲咱做礼拜吼。啊，搁有就是俊爷嘛倒来甲咱做礼拜，上帝祝福，啊，足欢喜。咁有，咱用这条诗歌来孝念咱身边的兄弟，咱用耶稣听你的诗歌做咱的祈祷。光明的国度，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以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当心来祈祷，专为着。长成这顺样来感谢你，你予伊伫治疗了后慢慢的恢复，也会当带伊平安来到教会，甲阮做伙做礼拜。主，阮对心中感谢你的照顾。我嘛纪念袂当伫阮中间甲阮做伙做礼拜的数字啊，3年外要4年的时间，至成的天父上帝，阮孝念阮的长辈时代，因若是身躯欠安，袂通甲阮做伙做礼拜。愿主你的圣神。甲你的天使就围雷陪伴照顾因，互因伫心中会通甲主你来亲近。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嘛为着阮中间有人伫生活中间拄着搅扰，阮恳求天父上帝你帮助，互阮伫生活的中间有上帝你圣手的扶持。主你将你对天地来开力，放伫因的心上，也放伫因的心内。主愿阮唱耶稣听你的诗歌的时。主啊，这条诗歌会当伫各所在安慰需要你的阮的兄弟甲阮的姊妹。主啊，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吼。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四教姊妹来祈祷。主伫伊生日的时，阮恳求主你来施阮祝福。愿将你的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将你的恩典放伫伊的一生一世。主啊，你的恩典是一世人的骨肠。主每一天，阮的恩典拢到遐。愿将你的查某囝恭敬交伫你的手中。主啊，嘛为着即礼拜袂通甲阮做伙伫礼拜中。来祈祷生日的人，恳求天父上帝，你的恩典甲因相加伫地，你纪念因的需要。主每一天，当因抬头仰望你的时，主啊，求你互因看到你你的面的光，求你用你的面来看因，接纳因，享受因平安，佮享受圣神充满伫因的生命中间，互因会当真侪生命好的关系，每一天日子怎样，恩典也怎样。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耶稣听你生日快乐。所以那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你就难得得来哈，我们请你来头前，咱做祈祷。哎，很难得，就欢喜看到您得来哈。耶稣爱你们哈，我们一起祷告。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祝福。无论出外，无论倒来厝，主啊，你甲苏娜、甲伊的宝贝女儿同在。主啊，将你的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讨你对天地来祝福。主祝福苏娜，互伊做好的属灵的妈妈，也互伊
伫伊的一生中间会当成做伊的查某囝的祝福，甲伊的家庭的祝福。至少天父上帝，阮足欢喜，伫你的圣殿内看到出外倒来的你的查某囝，愿伫你的面前，用你的性命来恳求你。无论是伫台湾、伫加拿大，主你拢甲伊撒甲伫地，互伊所需要的一切，有上帝你特别的陪伴。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俊雅，你来，牧师为你祷告，吼，咱来讲。真欢迎你倒来做礼拜，吼，现在咱来为俊雅祷告，吼。主，阮感谢你，互俊雅有较无你的心。主，阮足欢喜，伊若会当会倒来故乡来敬拜上帝。主啊，伫即个所在是伊成长的伊的故乡，也是伊的母会。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圣名来祝福俊雅，互伊一生永远踮伫上帝你的圣殿，来领受你圣殿的福分。主耶稣，愿将俊雅交伫你的手中，愿你互伊灵魂体拢穿主耶稣你所享受稳定的白衫，愿伫你的面前将俊雅交伫你的手。求主你祝福伊的婚姻，祝福伊的工作，祝福伊将来的人生每一个阶段，拢有上帝你的帮助，互伊伫每一个阶段拢有上帝你的陪伴，也有上帝你的照顾。愿伫你面前来恳求祈祷，我叫所有性命，阿门。耶稣爱你，咱来请报告，请师傅来报告。这是我来报告。汀州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州聚会，主日礼拜日暗时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礼拜3暗时8点伫礼拜堂；青少课礼拜日下晡1点伫教育馆；查经班礼拜6暗时7点半线上祷告会；查经班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陈美秀执事领诗谢丽云姊妹苏琴刘玉明兄弟诗献甲招待张世昌甲吴素基执事爱餐尤雅丽姊妹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来看。具体交通第一，主日礼拜后将要举行9月份中秋会，请中集出席。第二，圣诞节有要洗礼，请有感动的人备办心，并报名接受真道班课程。第三，生日，庄淑欣、张纯礼、张兆汉、陈正道、林庭谦、陈嘉恩、陈树娇。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出入则过价反映。大道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为身体欠安洪玉芝、钟岩、詹达、庄仁聚、黄宏仁，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心心灵甲课业祈祷，为升学代祷、升大学。钟硕恩、刘怡义、肖敏玉。第四，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护林一集、德克达雅。这是咱做伙起立吟上映的诗歌509首，吟诗线请曾牧师祝祷。心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
圣神的感动相当扶持，甲恁众人相合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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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灭道避讳。